大乡亲啊，最近天气真冷，医生讲有心血管疾病乡亲，除了爱照时间食药啊之外，嘛要注意这个头、颔管、甲骹手四肢唔通去冷着。啊，若感觉胸腔啊窒窒、呼吸困难、心肝头皮泡彩，爱紧去予医生看，把握黄金治疗的时间。 因为寒流较微，温度相容降低，对未少心脏血管疾病患者来讲，爱细致。中部医师表示讲，最近因为心脏血管疾病来找医生的人加真多。冬天的话，就是气温会有个比较大的变化，那容易产生一些血管收缩，或者是说身体的水分容易累积，那这时候。 造成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血管有时候斑块破裂，或者是说心脏衰竭的这个风险都会增加。这样，咱乡亲除了讲爱穿好少以外，医生嘛提醒讲，有慢性病患者食药啊一定要照起工。我觉得不要因为说刚好有些小感冒，吃着其他的东西，吃着其他药，反而医生开的这些慢性病的药就暂停了。医生嘛提醒讲，爱随时注意身体状况，若出现胸腔窒窒。 喘气未顺、心肝袂顾、皮肤彩情形，都要赶紧去病院把黄金的治疗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